我接触过300户想来猪中养老的台湾家庭，我太懂大家心中最大的疙瘩了。很多叔叔阿姨明明很喜欢中山、珠海的居住环境，生活压力小，天气舒适，饮食也契合，每次考察完都很心动，但最后压根不敢下定决心定居。卡死90%人的核心原因，从来不是房价，不是生活，而是就医问题。大家心里最怕的，无非就是这几点。来到这里看病会不会很麻烦？不会讲普通话，看不懂流程怎么办？挂号、看诊、拿药会不会很复杂？台湾能不能正常报销医疗费？看病花费是不是比台湾还要贵？退休之后身体状态不稳定，万一不舒服，能不能及时就医？有没有保障？毕竟我们辛苦了一辈子，退休求的是一个安稳踏实，健康是底线，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，这份顾虑我完全能够理解。今天我不讲枯燥的官方政策，不讲空泛的漂亮话，只用台湾人听得懂的大白话，把台胞在猪中看病的完整流程、真实福利一次性给大家讲透。首先，大家最关心的是语言问题，这个完全不用怕。珠海中山的本地医院，大部分医护人员都是讲国语的，和我们的台湾话语感是非常相近的，沟通基本零障碍，不用担心听不懂、说不清病情。其次就是就医流程超级简单，不用排长队，不用复杂手续，台胞只要携带台胞证、居住证，就能和本地人一样，线上手机挂号、现场挂号都是可以的。普通门诊、复诊、拿药、体检，一站式就能搞定，长辈自己就能轻松操作。最重要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费用和保障。现在台胞在珠海中山这边就医，就享有专属的医疗福利，医保对接完善，常见的慢性病、日常就诊、药品购买都能正常报销。而且这边的医疗成本远比台湾低，挂号费、诊疗费、药费都很平价，不用担心小病花大钱。日常的养生就医毫无压力，很多台湾长辈定居后都反馈，这边的看病更省心、更高效，不用漫长的等待，医疗配套充足，社区门诊、综合医院遍布全城，步行短途车程就能到达，完全不用担心就医不及时。真的想跟所有有顾虑的台湾同胞说，现在猪中的台胞医疗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。你想来这边低压力养老、安心享福，看病难、看病贵、沟通难这些问题，早就不是障碍了。看完这一集，就彻底放下你的医疗焦虑，退休定居真的可以很安心、很踏实。